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龍姐，今日想同大家咧講兩件事。第一件事咧就係印傭同菲傭有咩優勝嘅地方咧？到底揀印傭好定係揀菲傭好咧？咁語言優勢方面啦，菲律賓姐姐咧佢哋咧嘅學歷都好好嘅喎，佢哋咧大部分都有 high school 啦或者大學學位以上嘅，咁所以咧英文溝通上面係無障礙嘅喎。咁適合一啲咧以英文語境溝通嘅家庭為主嘅。咁印尼姐姐咧佢哋咧70% 以上咧都識講基本嘅廣東話啦，即係啦食飯啦、買菜買餸啦、煮飯、沖涼呢啲佢哋都識嘅，因為咧當地學校都會教授佢哋嘅廣東話啦，因為都知道咧佢哋將來咧想喺香港做嘢，咁咧都要有一技傍身嘅喎。咁喺技能特長方面咧，菲律賓姐姐咧會以煮西餐為主嘅。咁有啲有香港經驗嘅姐姐咧可以幫手咧落街買餸啦，亦都識得同咧街市嘅姨姨啦去溝通嘅。咁咧亦都會識得煮中菜嘅喎。咁印尼姐姐咧喺煮餸方面啦，佢哋咧可以識得煮簡單嘅中菜啦。咁例如可能你叫佢蒸魚啊、灼菜啊，佢哋都識得嘅。因為咧好多僱主都會問喎，咁我應該揀印尼姐姐啊，定係揀菲律賓姐姐好啊？咁我會建議咧睇翻你希望咧係攞嚟照顧邊個嘅，想姐姐照顧邊一個嘅。如果係照顧 newborn 或者照顧小朋友，我會建議用菲律賓姐姐，因為佢哋咧喺呢方面嘅經驗都非常之豐富啦、充足啦，亦都會好有耐性去指導小朋友、教導小朋友。有時咧更加姐姐咧會幫手咧睇書啦、講故事俾小朋友聽嘅。如果你話係請姐姐嚟照顧一啲啱啱進入小學階段啊，或者照顧老人家嘅咧，我會建議揾印尼姐姐嘅，因為咧佢哋咧會好有耐性啦，亦都會好細心去照顧老人家嘅需要，亦都會同老人家講嘢溝通嘅。咁喺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咧，佢哋都好有信心可以去 handle 到啦，咁樣僱主就可以好放心咁樣交小朋友俾佢哋嘅。好多僱主都會擔心，我請菲律賓姐姐佢哋會唔會好易學壞㗎？我請印尼姐姐係咪會乖啲咧？其實咩國籍都好，都係睇你好唔好彩㗎咋。有啲咩到港 check 呢些僱主一定要做嘅咧？有好多 agent 都會提僱主記得姐姐到港嘅時候咧已經要買保險啦，因為咁樣係保障緊你哋雙方嘅權利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 agent 都會幫姐姐咧去辦理一個身份證啦，同埋去做一個 body check 嘅。咁咧等姐姐入屋嘅時候係身體健康啦，係健康嘅。第三樣嘢就係可以咧預先喺姐姐到港前咧就製作一啲家規啦，例如咧佢嘅 WiFi 使用時間啊，例如佢每個星期要做啲乜嘢咧，令到你哋咧可以相處嘅時候融洽啲。有啲咩咧到港嘅時間咧可以同姐姐講清楚，亦都可以請教 agent 去幫下你哋咧。到底我應該有啲咩可以同姐姐講啊？有啲咩佢哋一定要做㗎？好，以上咧就係我自己嘅少少嘅小貼士同埋分享。拜拜。